2025年11月9日，之前一路都講過咗。今日我同阿女租咗架單車，你開始識得踩啦。我就踩返我自己架 Canyon。咁我而家又錄下阿女啦。記住，速度就係你嘅朋友。我行先啦，呢度，希望你可以成功轉到彎啦。哇，轉到喎，難關都轉到喎。我哋踩多最後一個圈去還車，好唔好？已經自己唔睇輔助轆，連續踩咗第3定第4個圈，即係證明佢已經掌握到點樣唔輔助轆踩單車。咁以後學識咗之後，以後都唔需要輔助轆，同輔助轆講拜拜。好啦，天黑啦，我哋準備去食火鍋啦。而家順便去還車啦。不如咁啦，我哋一陣間再錄火鍋俾你哋睇啦。好啦，拜拜。25年11月9日，今日同 Sonia 去打邊爐。咦？你唔係打邊爐咩？你食緊啲乜嘢？嗰陣時㗎。哦，我哋有菜啦，有肉丸啦，有牛啦，有花膠雞湯，有豬，有稻庭烏冬，我哋開餐啦！